室內漂流船、刺激嘅親子滑道、各種任玩嘅 VR 遊戲，點都諗唔到呢度竟然係一個親子酒店啊！廣州過嚟1個幾鐘車程，嚟到放低啲行李就直接衝兒童遊樂城啦。3500平嘅兒童遊樂場，上下2層，有適合低幼齡小朋友玩嘅波波池、斜滑梯同埋沙池，又有適合大童嘅攀岩、彈跳床、CS、碰碰車等等。最過癮嘅係平時出去要另外俾錢嘅呢啲遊戲機、VR 公主裙，喺呢度全部都係任玩㗎。記住着返對防寒襪啦！兒童遊樂城旁邊就係冰雪運動城，超大嘅遊玩面積，溜冰、堆雪人、親子互動碰碰船、雪地探險等等。記得坐上飛船嚟返一場飛行探秘啦！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，舒服外套、護具都係免費提供㗎，着返條長褲，自備防水手套就得啦。咁多項目1日肯定唔夠皮啦，唔使擔心，住客係包含2日嘅遊玩票㗎。第1日早啲出發，第2日退房之後仲可以繼續玩，全部都喺室內，翻風暴曬都唔使驚啦。帶小朋友嚟梗係要住親子房啦，卡通主題又有兒童友好設施，仲有超出片嘅室外無邊際泳池。酒店後面係濕地公園，對面就有大型商場，無論係出去食飯、叫外賣或者喺酒店食都好方便啦。呢個週末不如就帶小朋友住入遊樂場啦。